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呢個博文系列。咁我哋繼續講呢個中三級地理科海洋有難嘅一啲嘅溫習筆記。講第二課海洋嘅重要性嘅時候呢，去到2.3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討論緊海洋為人類提供緊邊一啲嘅資源。咁其實呢一課呢，其實集中緊係兩種能源資源，分別就係化石燃料以及再生能源。咁對於化石燃料嚟講呢，我哋要討論佢嘅分佈同埋位置。佢哋主要就會喺大陸架嗰度。咁佢哋會喺北海啦、加勒比海啦、阿拉伯國家啦，亦都即係阿拉伯海啦。太平洋等等嘅地方，咁個例子例如啦，就係有石油同埋天然氣。咁我哋點樣去提取嘅呢？其實就係靠緊啲離岸嘅水域同埋鑽油平台。總地球嘅產量呢，其實1/3呢嚟自海洋嘅。咁第二個化石燃料嘅例子呢，就係可燃冰。就住再生能源嚟講呢，個位置集中咗喺北海同埋黃海嘅地方。黃海就自然喺亞洲啦，北海就自然喺歐洲。歐洲嚟講，附近有3個國家，例如英法德。亞洲嘅話，附近3個國家有中國、朝鮮、韓國等等。咁再生能源有2個例子，分別係風能同埋潮汐能。就住風能嘅定義，就會係由空氣流動所產生嘅能量呢，就推動緊嗰個馬達。於是乎，離岸嘅風力強勁而又穩定呢，我哋就可以產生到能量啦。例子2嘅潮汐能其實就係用緊潮汐漲退嘅水位落差，從而產生到能量嘅。繼而去到2.4，海洋為人類提供到邊一啲其他資源？咁佢哋其實呢度咧就會由能量咧就轉咗過去另外一啲礦物嘅資源啦，例如鹽。鹽係主要海水成分，亦都即係 NaCl 啦。咁對於人類用途嚟講咧，其實就可以係一個培養嘅元素啦、烹調嘅食物啦，同埋工業嘅生產嘅。咁點樣可以提取嘅咧？其實就係靠緊蒸發海水之後嘅結晶，我哋就可以攞得到鹽噶啦。就住如何去到做呢？咁呢度會有4個步驟。喺潮漲嘅時候咧，就引入海水圍成鹽田，用太陽嘅熱力令到水分蒸發。工人經過攪動海水嘅時候咧，就加速咗蒸發。咁繼而鹽分結晶咧，就形成咗個鹽粒啦。一般嘅海水咧，鹽度係3.5%，換算成為咧，即係大概1公升嘅海水咧，裏邊就有35克嘅鹽。咁呢個就係嗰個換算嘅方法啦。其二，我哋會有沙粒同埋沙礫。人類嘅用途嚟講咧，主要係做喺建築用料或者係填海嘅物料。點樣去攞到呢？其實就係靠緊挖掘海場嘅。最出名嘅例子就會係喺新加坡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向馬來西亞去買啲海沙。第三，金屬礦物例子有錳、鐵、銅等等。點樣可以獲得嘅呢？就係可以去探索深海嘅礦床。人類嘅用途主要係用喺工業原料上面嘅，而佢哋出現嘅位置咧，一般都會沿住個板塊邊界。咁再繼續講落去咧，都係講緊海洋嘅功能嘅。咁我哋今次咧就會由礦物資源啦、能量資源啦，就轉移去嘅其他資源。例如喺運輸同埋貿易方面，海洋係提供緊一個最便宜嘅長途運輸方法，特別適合喺啲貧重嘅貨物，例如煤、金屬礦石等等。第二，海洋可以作為我哋一個廢物處理嘅地方。海洋具備自然淨化嘅能力，佢能夠稀釋同埋淨化污染物，通過佢龐大嘅水體，能夠降低到污水嘅濃度。而海洋裏邊嘅微生物可以分解到廢料，沿岸嘅濕地亦都可以過濾到重金屬或者農藥。而好好嘅例子咧，濕地就係紅樹林啦。另外，廢物處理嘅時候咧，佢都係一個傾倒廢料嘅地方，例如一啲固體廢物啦，甚至乎核廢料等等咧，我哋都係擺咗喺海洋嗰度嘅。第三點，康樂同埋旅遊，海洋可以俾我哋係一個海上活動嘅地方，例如游水、蛙艇、潛水等等。另外，佢美麗嘅海洋地貌亦都有利旅遊業嘅發展，例如有澳洲嘅12門徒石以及大堡礁等等。第四，海洋亦都可以幫我哋做一啲教育或者科研嘅用途，例如我哋可以成立海洋公園同埋海岸保護區，去做一啲嘅保育同埋教育嘅工作。第二，我哋亦都可以做好多科學嘅研究，例如去研究藥物啦、抗生素同埋止痛藥等等。咁所以通過呢幾課咧，你應該去明白海洋對於人類嘅重要性嘅。下次我哋再講啊！